所得税修正法案今仔日伫立法院三读通过。法案主要包括要有关有生囝的靠除囝，0到6岁头一梯为12班有关到15班，第二梯以上的会使扣22.5班，袂排除好野人。另外，厝税该列做特别靠除囝，逐年扣12班有关到18班。政府要救少子化，鼓励大家生囡仔，推动所得税法修法，19要并三读通过。经过调研协商，配合政府0到6个国家责任区，提悬幼儿靠除额。第一梯幼儿特别靠除额提悬到15万，第二梯以上拢是22万5千块，并且提了百户条款，适用年纪自0岁到5岁扩大到6岁，按算明年生效，后年适用。大约有13万的家庭会当适用。国民党认为，政府鼓励少年人跟生囡仔，应该爱更加有成绩。排付条款也把它拿掉哈。预估这个到明年大概会有10几万，但不到13万，最多就13万的家庭可能会受惠，很多人不愿意结婚，生小孩，想想看我们是全世界最后一位实在应该要大力的来鼓励。所得税法修法也甲厝的租金自即马标准扣除额改列做特别扣除额，每年扣除额都自12万提悬到18万。财政部估算，受到好处的户数会当提悬到102万户。学者认为，厝的租金改列做特别扣除额，厝卡会向自主征收列报，有效解决租厝市场的乌数问题，会当引导厝头家租金收入依法申报所得税。因过在野党对扣除额认为应该搁再提悬，若无是加高伫台北租厝市场的行情。希望能够先过的先过哈，尤其这个部分其实是大家的期待哈。那在金额的部分，当然大家也希望抵扣的越多越好。都会压在选前突然的就通过了，那造成大家好像支持也不对，不支持也不对，因为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来做修正，但是就被迫的变成是先求有再求好。民众党的柯成远认为，除了提悬扣除额多，也应该健全租厝市场。王万武指出，时代力量是支持修法，因我认为民进党无充分讨论，赶伫咧选前通过，是逼在野党爱配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